后来继续来看立法院南北党团日前伫定数委员会联手来封杀掉总预算案。总统赖清德正关切，伫咧民进党的中常会下动员令，未来这个党团会议甲立法院会都要专员到齐，而且要加强控制。所以民进党团嘛加码来推出掉新的直播节目。Let's 5·1听我最有台湾味的直播节目5·1战队。 上认真的直播节目，粒粒皆辛苦。无论对社群平台敢有熟手，即摆拢会聊得起，加强经营。现在我们很务实的面对，我们是少数党，所以在所有的会议的参与，这个强度、密度，我们都要更为提升。基本上，我们都是维持。 甲级动员，尤其青年选票的流失，洪认为是检讨重点。传出党主席赖清德搁来遍伫内部会议，鼓励党公职加用社群捍卫论述。伫前一天的中常会，更加是直接下3条军令，命令所有的党团会议，全部人拢必须到现场选定参加。 未来8大委员会、立法院会，甚至是听诉委员会，拢爱专勤。第3党团的成员爱听党团的指挥，发挥团结的精神。个人加当讲，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全部人准时报道。严格未来若是任何案件或者是听诉的表决，甲级动员拢会正做日常，这对中南部通勤的立委充满挑战。其实我们希望说，民进党全党团结一致。 啊，虽然我们南部的来来回回会真的比较辛苦了，但是我们会尽全力来配合啊总统的要求。当喊出团结的时候，就是内部已经不团结，那这也不能怪他，因为每个人都想争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当2026年的启动，其实赖总统。 比较好做，赖主席就不好做。面对南北联手这个势面，民进党全党共心，积极备战。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